創世記第20章，亞伯拉罕對迄落向南地徙去，寄住佇家弟師甲孫女中間的基拉伊。亞伯拉罕請伊的某撒拉做小妹，基拉伊王亞比米勒找人將撒拉帶了去。但是佇暝間，上帝來佇夢中對亞比米勒講：你是一個死人啊！因為你娶了迄個查某來，伊原本是別人的某。亞比米勒卻還未有親近撒拉，伊講：主啊，連有義的國，你也要毀滅嗎？迄個人敢毋是家己對我講，伊是我的小妹嗎？就是查某也家己講，伊是我的哥哥。我做這事是心正手潔的。上帝佇夢中對伊講：我知影你做的代志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攔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無准你親近伊。現在你要將這個人的某歸還伊，因為伊是先知，伊要為你祈禱，互你存活。你若無歸還伊，你就知影，你甲你所有的人，攏的確要死。亞比米勒清早起來，調了所有的僕人來，將這個事攏講互伊人聽，伊人攏真驚嚇。亞比米勒調了亞伯拉罕來，對伊講：你怎樣向我行這款的代志呢？我佇什麼代志頂面得失了你呢？你竟然予我甲我國內的人差一點仔犯了大罪，你向我做了不應該做的代志。亞比米勒閣對亞伯拉罕講：你見了什麼才做這個事呢？亞伯拉罕講：我相甲這個所在的人總無驚上帝，必定為我的某的緣故殺我。況且伊也實在是我的小妹，伊甲我是雙老爸無雙老母，後來做了我的某。當上帝叫我離開爸家漂流佇外的時陣，我對伊講：咱無論行到什麼所在，你會使對人講，伊是我的哥哥，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亞比米勒將牛、羊、僕人、查某囡賜予亞伯拉罕，閣將伊的某撒拉歸還伊。亞比米勒閣講：看，我的地攏佇你的面前，你會使隨意徛去。閣對撒拉講：我予你的哥哥1000銀子，誠濟你佇合家人的面前遮看你的見笑的，你就佇眾人的面前無有毋是了。亞伯拉罕祈禱上帝，上帝就醫好了亞比米勒甲伊的某，閣有伊所有的查某囡，一人攏會生養。因耶和華為亞伯拉罕的某撒拉的緣故，已經予亞比米勒家中的婦人人攏未生養。